就我们回来啊，说到食物啊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第一个，食物的保养经；第二个，食物的象征经济比较发达，食物是我们生活的亲象征；第三个，食物可以是我们生活的交织指向。其实，食物还有国家文明人、国家伟人人、食物老板头等等等。其实这些啊，都是食物人改上改坏、品目兼具、后来的美誉。这个刚好路过食物，听到这么一个庙啊，就跑过来看看。庙坏，食物的庙坏是既有庙又有坏。刚才讲过了，这个庙外共有3天时间，4月4号、4月5号、4月6号，这个是第一天。连这个庙外现场呢，全是人，而且这个庙外现场啊，这个种类也比较齐全，吃的、穿的、日用的，基本上都有啊。所以这个长安市广场打开个下午，可以玩起有这个舞龙表演。不，现场这个舞龙也是表演的有声有色，可以算上我们这个招来的龙民会员。这场舞龙表演不仅是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，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。长安市当天还举办了盛大的其他活动，这活动也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对未来的憧憬。